事前係咪知道㗎啦？你覺得即係周濟同埋上任嘅中聯辦主任嘅作風上有啲咩唔同？任何活動，無論喺邊日，任何嘅活動都必須要符合法律要求，不能違反法律。所以執法部門會針對任何違法行為，好果斷同埋嚴格咁依法處理嘅。有冇啲特別嘅叮囑？咁第二就想問下，聽日係6·4啦，如果有市民喺維園，而我都喺度咧係再提醒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係嚴重罪行，所以政府針對打擊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同埋活動咧，有法必依，執法必嚴，會追究法律責任到底。